我係易經音樂世界嘅 Mingo，今日有一個好特別嘅方式同各位介紹一本雜誌，係雜誌。因為咧過往我都好喜歡寫啲易經嘅文章嘅，不過我發覺嘅話咧，我啲中文打得又唔太好啦，咁就5萬嘅咁。咁我發覺咧，如果用一個 video 嘅模式咧，同埋香港人實在太忙，文字太多嘅時候，其實可能佢都比較辛苦嘅。咁我覺得，咦 video 又快脆喎，咁寫完之後又擺上網上邊咧，同埋分享咧就比較容易啲，同埋傳神一啲啦。今日我同各位分享就唔係一本即係一個自己嘅分享文章，而係想分享一本雜誌。我自己好喜歡古典音樂，咁就但係喺香港買到啲古典音樂雜誌咧，其實相對真係唔多嘅，無論中文同英文都比較少嘅。早期國內咧，大概係早期國內有一本係人民音樂留聲機，咁就係主要係講一啲古典音樂嘅雜誌，嗰啲 CD 啦，介紹嗰啲 CD 或者係啲古典音樂。咁但係好可惜就係到2008年嗰時都已經係即係停刊咗。咁所以以前我差唔多係每期都買嚟睇嘅，咁就好可惜，因為完咗之後我揾翻啲舊嘅雜誌都已經冇再更新嘅雜誌做，好可惜。咁所以但係最近咧又好開心，因為咧喺網上面見到有一本叫做茂斯客嘅雜誌，MUZIK。咁呢本雜誌其實係台灣一個集團咧係推出嘅其中一個旗下一本產品之一嚟嘅。咁一個係刊物。咁佢主要係講一啲嘅古典音樂，中文嘅雜誌古典音樂，其實係相當少嘅，因為咧到而家嚟講，其實仲係維持出版業，咁但係仲係講嗰啲比較少人去接觸嘅古典音樂嘅話咧，其實即係好少嘅情況。咁所以我覺得一定要支持。同埋最重要一樣嘢就係咧，佢有個好處，如果你係一個古典音樂高手嘅話咧，咁其實佢有好多好嘅文章咧，大家都可以分享下，溫故知新啊，同埋有啲新嘅古典唱片嘅 CD 可以介紹。咁其實你可以透過咁樣雜誌可以揾到好多新古典 CD 咧，可以有一個聆聽。如果係新手或者可能當我好似我係一個新手嘅話咧，其實好多古典音樂嘅文章咧，其實你係可以睇到好多相關嘅資料嘅，因為其實有啲文章咧比較少有人去寫咁，因為其實畢竟入邊嘅寫手咧有好多係一啲好專業嘅人士，佢係一啲音樂家啦，古典文章嘅評論嘅專業嘅人士啦，當然有啲業餘愛好者，但係佢業餘愛好者咧都寫得相當之精彩嘅。咁其實我喺嗰個雜誌入邊咧係得到好多相關嘅音樂知識。咁所以咧，其實我好希望咧呢本雜誌咧係能夠有機會到各位喜歡古典音樂朋友手中嘅。咁所以咧，我之前係聯絡咗呢間公司咧，咁就攞咗一啲嘅雜誌向香港出售。其實賺錢就唔會多㗎啦。咁我純粹我希望能夠咧俾一啲真正喜歡古典音樂嘅朋友咧，係接觸更加多嘅刊物。咁雖然我哋除咗聽音樂唱片都係一個好嘅接觸啦，咁但係相關嘅音樂嘅刊物咧，其實都係啲精神食糧嘅。咁所以咧就我已經訂咗一批翻嚟。咁以後咧，盡可能我哋每月都會訂一批呢啲雜誌翻嚟香港度，咁俾一啲喜歡古典音樂嘅朋友咧，可以隨時去參與溫故知新啦，咁樣從中得到好多古典音樂嘅樂趣嘅。咁就我今日分享係咁多，咁就希望如果有機會嘅話咧，有時間各位你可以上俱樂部度或者係便利店咧，我哋都有一啲嘅呢啲嘅雜誌咧可以出售，或者俾大家可以試睇一睇嘅。OK，拜拜。